有在环保署工作的？这首歌强烈建议，强烈建议啊！如果费玉清霸占所有百货公司的最后一首歌，我想用这首歌去霸占所有。有吗？你们有环保署的朋友吗？我免费送给他了嘛，好听吧？可是这样子会不会以后看到我就署名不要乱丢垃圾？不会啦，不要乱丢垃圾不是很严重的包袱啦，总比那个文化还是什么来的轻松一点哦。所以本来这首歌放在最后面的，我怕你们等下又乱丢垃圾。这样也蛮好用的哦，好听，然后又喜欢，也还不错哦。那我先从都兰国小放学的最后一首歌开始。小朋友，不要乱丢垃圾。都兰国小说，打扫时间放这首歌，对呀，真的催眠他们。他们长大之后，然后他们就说，我们现在长大了都说要唱那个晚安曲嘛。他们长大之后，我知道那个淑女儿有这首不要乱丢垃圾。对，为什么小时候都要听费玉清的晚安哦？就这样长大了。也好啦，你们至少都接受这首歌晚安的。没有啊，现在是大白天嘛，喝酒了乱讲话。唱一首歌，其实生命中有很多贵人，我可以出国，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朋友，优卡，信不邮箱？有吗？有这样吗？优卡，谢谢他带我人生第一次一个人出国表演的时候，就是优卡带我去这个表演，谢谢优卡。有没有看过一个日本人很爱台湾，爱到台湾，然后讲话有原住民口音的人？就这个人，也太夸张了。然后跟优卡一起合作这首歌 solo 献给各位。只有你。
咲く